郭玲麗議員。唔該，主席。咁啊，對於而家你政府一個新嘅優化嘅計劃咧，其實我都係表示支持嘅，因為我個感覺咧就係更加靈活運用啦，同埋希望咧做一個資源整合。咁其實好多嘅關注啦，其實頭先嘅同事都已經講咗，咁我有啲我都唔再重複啦。咁但係咧，我都有少少嘅意見咧，想俾翻啦。咁睇下你哋會唔會係主動，正如頭先同事講，唔好被動。咁我哋希望主動，因為有個長遠嘅一啲嘅地方，真係俾啲 NGO 啦，或者提供嘅服務，亦都俾市民喎。哎呀，突然間搬咗咯，或者佢2-3年之後又可能換地方，其實都唔係一個理想。咁其實而家見到咧，就係譬如我見到比較長遠咧，譬如啲 NGO 提供一啲服務穩定咧，就可能喺領展嘅地方，即係喺屋邨入邊。咁我覺得你哋都可以咧去諗嘅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新嘅一啲嘅公營房屋，我哋新嘅規劃入邊係咪可以爭取同發展處嗰邊再傾傾，係咪可以有一啲穩定長遠嘅地方係俾你哋去做咧咁樣？第三樣嘢咧就係頭先同事都有講過舊校舍。其實舊校舍咧特別係一啲火柴盒學校。係咪頭1-2層咧？其實可以做一啲嘅幼兒中心，咁但係上到去嘅時候，而家橫掂都有好多隔代照顧噶啦，咁佢哋接擺低完小朋友咪上樓上做啲日間護理咯，係咪？跟住做完之後咪攞翻去湊翻小朋友咯，咁係咪可以一條龍去服務？係咪可以考慮呢？另外呢，就係關於而家幼稚園而家開始都有啲結業潮。咁啊，都有好多唔少咧喺屋邨入邊，咁佢哋都已經做開一啲嘅幼兒嘅服務嘅時候，係咪更加合適呢？咁所以呢一啲嘅嘢咧，我都希望咧政府係可以係主動出擊，去重新去睇一睇翻個市場，睇有冇啲咩地方可以用，盡快將啲嘢落實。唔該晒主席。好，局長簡單回答好嘛？主席喺啱啱議員所提到嗰啲政府處所裡面嘅物業咧，我哋都會一定會去爭取係成為社福設施。咁當然我哋要建基於係適合我哋嘅設施嘅使用嘅規矩嘅。多謝主席。